中国禁止台湾的石斑进口，咱台湾民间用家己的力量来甲渔民斗相挺。高雄引领协会就甲高雄的关会中心合作，举办关会送石斑的活动，总共送200多尾的石斑出去，这关会民众也拢真欢喜。 南马溪关会石拜一罕得遮尔侪民众排队等买关会，初时这天来这关会就送一尾石斑鱼，原来就预约这天要来关会民众，拢感觉报着啊。还不错啊，因为我本身是在做半桌的，其实没有出口。 台湾用的话，价格就不会那么高。有赚的，公汤好食。原来这一箱一箱的冷冻石斑是永安协会出的石斑鱼。高雄受到疫情影响，最近欠货真严重。这摆永安协会甲关会中心合作，按算要送200尾，鼓励民众来关会，嘛希望大家吃好斗相报。已经处理好的这个石斑鱼条冻哈，然后。 也希望可以让这个来捐血的人带回去分享给家人。那请大家多多支持这个永安的石斑。我一天因为要种1100地的货啦所以原则上就是上无，阮在就7000地以上的货还有算安全。今仔拜下早敢若5点9天尔尤其中昼互货才全部便宜了会剩4天，4天足少的。即马各界做伙挺渔民。 初时毛民间企业专工开车到武林区的3个部落，送280份的石斑鱼，予弱势家庭甲独居的长辈，希望大山区的民众嘛会当食到石斑鱼，支持渔民嘛是做公益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做高雄报道。